三月里来，桃花儿红，杏花儿白，水仙花儿开。又只见那芍药牡丹却一开，芳华一儿一哟嘿。你要吃，我要吃，就到杏花村。废话不多，急转弯开始。这个是比较严肃的一个问题。好，这个几年前啊，在我们对岸不是发生了这个6四天安门事件吗？对，对不对？全世界震惊。结果抓到了2位民运人士。民运人士，结果一位民运人士被判了3个月的期刑，3个月。另外一位呢，被判了30年的期刑。哎呀，那呢，东东是民运人士。对呀，被判了30年，那个他有说了一句话。他说李鹏你是个大笨蛋，差一个3个月，一个30年。对呀，这句话差那么多。是啊，是什么原因的？给你想一下。大概他们上一代就有仇。没有，错啊，错。这个人还是这个李鹏最恨人家骂他大笨蛋。没错，也不是。那个。不知道，奇怪了，为什么？我那港铁呢？那我来讲正解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一个3个月，一个30年？因为他这个泄露国家机密嘛。听的人就知道。是这个意思啊！开玩笑。这叫泄露国家机密。我这块的问题呢，这也是一个小学生跟我讲。像我今天也出这个题目来给您急转弯一下。是邓小平。哎呦，要是没死的话，现在的世界会产生什么现象？这个共产党没办法瓦解嘛？错，那么简单还得了？是还有2个机会，3个还是全世界变成共产党？错。这个痰盂可能会减少这个出货量。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邓小平喜欢吐痰啊。我还马桶少卖一个呢。那不对啊。错。那是什么东西？就这样子好了，这很简单嘛，这答案。邓小平如果没死的话，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一个人。好，接下来开始急转弯以后要讲个笑话了。是，所以这是由我来讲的嘛。是啊，笑话。所以有一个二愣子就修他傻傻的二愣子有跑去这个台湾整个就游览车玩到恒春那边了，他的出山牙祭嘛，等下黑人嘛怎样人到底就是给家人照顾啊，怎样喊他出来讲怎样讲，这是什么？为什么绿绿的一鬼瓜呢？这么多球啊！一颗一颗这样卖那个人也是良心也不太好，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嘛，这圆圆的好像蛋呢，这是不是蛋啊？你是不是蛋？老板一看，也看得出他有点二愣子。丢了，这能了哈。接着那个大象的蛋嘛。大象的蛋，那头家不会贵呗？不要小啊，这看补会出来，可以啊，当然补会出来。你都黑的米酒配来的嘛，那个黑的巴豆蛋都补会出来，还不会让那个吃。好，我要买。他还相信就买了一个象蛋，买回家哇，很宝贵，又怕打破。回了家以后就是也不去找朋友玩了，真的钻到被子里面，放在小腹的上面，就转给底下们底下，就他的玩伴来了，怎么你都不回来以后都不跟我们出来玩？嘘，我现在在孵蛋孵什么蛋？这孵象的蛋啊？象还有蛋，象不是胎生吗？对啊，哪里会卵生呢？这真的还假的？这真的，我开钱买呢，开钱买，这是稀奇的。我怎么不知道象是孵蛋？我还在很快来看那个不行，你这掀开来，这热气就跑掉了，万一孵不出来怎么办？我还在旧村里面蒙看没？好，看袂招小鬼，看小心没啊？你看小心没有？旧村里面的手伸进去，真的我摸到了象鼻子
因为他放到小腹上面嘛，还就吹里面，哎，怎么摸得像鼻子了？我的靠！